好榮幸我可以作為港澳體驗官代表接受呢份榮譽。等我帶你哋打卡呢條官方推薦嘅特色路線，從香洲港坐船40幾分鐘，直達有廣東小菜班之稱嘅東澳島。早喺秦漢時期就有先民喺呢度生活，更係清代海防嘅重要要塞。相比其他海島，東澳島以生態優先，保留咗更多自然景觀。15公里黃金海岸線，82%嘅森林覆蓋率，島身形成一大塊凹布，東澳島嘅名因此而來。除咗原生態美景，呢度仲流傳一個藏咗300幾年嘅傳說。傳聞當年張保仔喺島上埋咗18箱財寶，而佢當時喺崖壁上刻下嘅萬海平波磨崖石刻，正係破解財寶玄機嘅關鍵。只不過呢個謎團至今未有人可以解開。沿住濱海棧道上行，打卡超出片嘅飛鷹驛站。你睇呢個疊石，睇落係咪好似一個壽字呢？島上最靚嘅沙灘呢，就藏喺呢度，格力東澳大酒店。沙灘上仲有好多海上項目，超好玩。除咗鑽石沙灘，仲有亞麗拉酒店嘅精緻加持，270度海景懸浮大堂，懸崖邊上嘅無邊際泳池，氛圍感拉滿，碌爆朋友圈絕對冇問題。阿麗娜意為驚喜，而今次呢個旅程就好似呢個名咁，處處充滿住驚喜同美好。如果有2日時間留喺珠海，除咗東澳島，市中心嘅 Indigo 酒店都好值得一試。設計上低調中透住奢華，將僑鄉人民同南洋風情完美融合，沉浸式感受百年香洲嘅文化底蘊。願每一位嚟珠海嘅朋友都可以收穫自己嘅幸福。